上世纪30-40年代，大家都知道，与竺水昭老师长期合作的舞台姐妹是尹桂芳和戚雅仙。刚才大家欣赏的就是竹派和戚派的《梁祝》楼台会。为大家演出的是竺小昭老师的学生殷瑞芬和戚雅仙老师的学生朱令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让我们再来欣赏竹派弟子殷瑞芬的《山伯临终》选段。把头
三哥，三哥。